有民眾發現，這新竹市內公共的奧多擺停車格，其實有真濟看起來攏是長期互人佔條條的，這互人停車是介無方便。交通處是表示講會加強來巡邏，這奧多擺若准停超過15天，安尼因就會通知車主，無就拖去到保管場，希望後者的停車格會當好好啊運用。民眾平常時咧新竹騎奧多擺，想要找所在停車，就已經足歹找啊！沒想到停車格閣好看起來已經真久攏無人騎的奧多擺佔滿，造成民眾的不方便。真無公德心啦！車要報廢啊，伊都學人甲限哦，唔處理哦，對阮這要停車的人是造成足無方便的啦。本來就不多了，如果再有一些那種報廢的車佔用那些地方的話，那我們一般騎車的人這樣子就很不方便了。有新竹的議員指出，新竹市最近公共奧多擺停車格，足濟攏互看起來已經報廢的奧多擺佔位，有的頂懸甚至閣互人打中國的5星旗，呼籲市府趕緊處理，避免公共資源互人惡意佔用。霸佔了這個機車停車格非常的久，有的甚至長達1年以上，而且在最近發現到上面都被貼上這個5星旗的這個貼紙標示哦，成了這個5星旗的宣傳工具。交通處表示，因為有的停車格內底奧多擺閣掛有車牌，依法款不局袂使當作廢棄物處理，刷去無論有車牌也是無車牌。交通處表示，若停超過15天的奧多擺，因會通知車主刷車，若無就會拖去保管場。針對公有停車格車輛，若連續停放逾15日且無法聯繫車主，或車主未能及時處置完成者，市府將依新竹市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移置作業。市府表示，未來加強巡邏管理，要這奧多擺袂當繼續長期佔用停車格，和公共停車格會當有效運用。記者杜根和新竹報道。